第12课，耶稣互一个查某囡仔讲话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去耶稣写讲，我的查某囝破病，你来阮厝，医治伊，来医治我的查某囝。耶稣甲管会堂的人讲，好，我要去医治你的查某囝。耶稣在行路的时，有人对会堂写来，这个人讲，查某囡仔已经死去，破病的查某囡仔已经死去。耶稣甲管会堂的人讲，唔免惊，你就信，我要医治你的查某囝。因到管会堂的人的厝，有真侪人在哭，人伫厝内在哭，因在哭的时，因也在讲。管会堂的人的查某囡仔死去，耶稣问讲：恁等怎哭？啥个人讲？管会堂的人的查某囡仔死去，啥个人流目屎？耶稣讲：管会堂的人的查某囡仔毋是死，是被困，伊是被困，恁毋免哭。啥个人取笑耶稣？因取笑伊讲：查某囡仔毋是被困，是死去。伊已经死去，耶稣叫啥个人拢离开厝来。耶稣甲爸母讲，免着爱心。啥个人拢离开厝，总是因也被取笑，耶稣讲，查某囡仔毋是被困，伊是已经死去，因被取笑耶稣。耶稣入去查某囡仔遐，耶稣看伊的手，甲伊讲。查某囡仔，我命令你起来。耶稣看查某囡仔的手，讲：我命令你起来。耶稣看伊的手，查某囡仔就起来。管会堂的人看见伊的查某囡仔起来，伊看见伊的查某囝讲话，伊的查某囝对死讲话，伊真欢喜看伊的查某囝讲话。管会堂的人讲：我的查某囝已经讲话。耶稣叫伊出来的时，伊讲话，这个查某囡仔死去，讲话，啥个人拢真奇怪，因拢讲耶稣是上帝的囝。看马可第5章第22节到第24节，第35节到43节。